現場邀請在經新眾福利機構團體甲庇護工廠，共同展出中秋公益的禮盒甲特色的產品。不管是食的、用的，應有盡有，將整個現場的兩邊擺甲滿滿，展現社會局多元的培力成果。我的產品是那個端午節的那個艾草、蘭草、菖蒲遐的物件來做。那我為什麼會做這些？因為我去醫院當志工，然後我當志工回來的時候，身體都會不大舒服，所以我就用了這些，然後我就繼續在志工的這條路走。我覺得說，這種產品不只是我本身需要，我相信也有很多人都需要。市府社會局長郭乃文表示，這每一份公益的禮盒，不只是中秋送禮的心意，更加承載着新眾朋友努力學習、工作甲成長的成果。這屆市府持續推動新眾者多元支持的服務，透過優先採購的政策，希望鼓勵各機關、企業甲民間團體會用的踴躍來採購。上屆重要的代誌，我們希望可以讓我們所有的夥伴，在這過程當中，我們能夠把我們一整年的努力、幾十年的核心價值的奠定，還有跟我們其他不一樣的社會人士們，可以有個相互來去的機會。這是一個互相的經驗，這嘛是大家對這個代誌有一個無同的，要怎講宣誓。每一家我都選了一個東西嘛，做了一個小禮包，然後送給我們所有的這個我們局處的，就是我們的那個局處的局長啊、處長啊等等。我們希望整個台南市府對這件事情的觀點是多面向的，也是一個我們有機會互相表達感謝，以及我們心中最柔軟的那一塊。可以得到最多的支持。透過社會局的媒合，今年各單位推出多款的中秋公益禮盒，對經典的糕餅、豐沛的點心、到特色的伴手禮攏有。現場還有新眾團體甲企業面對面來介紹甲洽談，歡迎各界會用的踴躍來採購。台南新聞林榮根採訪報道。